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伴过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不是水娃水无？搁去找伊两个查某？唔通去找伊两个查某啦，水王甲水无啊，搁带伊两个查某倒来厝里，要逼阮两个甲伊离婚啊！哦，这特生啊，特生！这你讲的代志，伊也敢做会出来？哦，我绝对无了解。啊，水王水无顶个特生，即摆人伫倒位？嘉欣呢？阮某吼连落去带阿丁来教叫我来啊。对。那咧咱就按照计划吼，好法来教你咱两个某啦。啊，然后吼就当你妈妈的面答应吼，要甲美华甲周帅来哦。我这一摆吼，一定甲你妈妈接转去啦。啊，一来吼是感激恁母啊，二来吼就会找伊做靠山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行，甲阿母你来去。我去物件。来，物件，咱买物件。母啊，真精神，我真是伫遮哦。母啊，阮两个哦，昨天来看你啦。嘿啦，来甲你请安啦。唔免啦，我问你咧，我听阿丁甲阿娇弟讲，最近你传啥去遐做？你变成离婚是？啊？哦，有是有啦，不过我敢若袂记你啊。我嘛袂记你啊啦。没得阿定亲哦。哦，恁这个精神啊哈！这款上天下地的代志也做会出来是？咱会做袂出来，做了偌爽的啊！你，无啦，我是讲哦，就无法度啊。当阮两个兄弟啊，都无路用，啊，带阮两个不好新妇，对啊，阮内心家己感觉真艰苦，对感觉真不真见笑啊。所以哦，我想即摆找一个较好的啊。对啊，啊美华吼，甲这个秋雪吼，两个足贤惠，新妇换人做看卖啊咧啦。你咧竞选的时阵吼，你毋是捌听过候选人讲过，换人做看。妈，你听看卖啊，伊两个口口声声拢咧讲两个乌糟的好话啦。就是嘛，因两个哦，心肝拢要到这去啊啦。你免哭，阿母会替你做主哈。水哦，水无啊？阿母甲你讲哦，我不准你甲阿娇、阿丁离婚。母啊吼，这可能较困难啦。我若无带美华哦，美华伊会伤心事哦。甲敢若伤心事。嘿，秋雪我哪会去自杀呢？啊，我家己你的吼，啊，叫你带袂当交代呢。对，这对两个无度交代。母啊，你有听你讲哦，新妇换人做看呐。对啦。哦，你对伊两个查某袂当交代哦。嘿啊。啊，较讲对阿丁甲阿娇会当交代是？哦，伊两个哦，哈哈，伊两个好交代啦，啊，都离婚啦，互伊养个回头啊。哎呦母啊，放煞秋雪人吼，我唔甘啦。你若真是唔该断绝往来吼，我真死啊！你看。妈咧啦，母啊，你莫冲动啦。免啦。阿玲，
就是伊无唔对啦。伊就是水某的查某。水王啊，到底是安怎样啊？对，我即摆才想到啊，伊也做水花啊，嘛做唱雪啦。呀，你有两个名啦。对，迄个名甲本名。水花啊，你是安那来诱拐我后生水某啊咧？我都诱拐伊啦。咁无，好，你最近快点叫啥？我美华啦，吼，去阮兜变这个人叫做高丽，我咁无。哎呦，迄是假的啦！真亏啊！无代志，你继续吼。阿母，伊就是水王外口的查某，叫美华啦。叫做美华。嘿啦，水王啊，原来你从美华抢人家哦。哎呦啊，我那种无傻傻啦，到底是安怎安尼啊？哎呦，我唔知帮水王啊是安怎你讲啊？哎，好啦，阿母啊，我来讲啦。因为吼，水王甲水王吼，带着这两个查某人啊，唔知影讲吼，家和万事兴啦，东西也袂合，佮使弄两个兄弟啊冤家，而且吼，我又无友好你老大人唔讲，差一点佮逼你去行绝路呢。所以啊，我看安尼吼，两个人才会想讲吼，假做是水王和水王吼，伫外面的查某人啊。目的哦是要好啊教识这两个查某啦。啥话啊？我规包，你设计要逼阮两个哦？害阮两个叫是真的咧。无对啦，水王错啊，水无错啦。今这个代志吼，拢是假的啦。不过恁两个也唔知影悔改吼，总有一天吼，今日发生的代志吼，拢会变成事实啦。啊，你敢是阮啊？这毋是假事，我吼是好心咧甲恁提醒啦。啊，你即摆做人的某，总有一天你嘛会做人的大家啊。想看卖家己的行为吼，你应该感觉见笑才对啊。到底是讲啥的啊？阮的代志哦，免你来管。阿弟啊，阿玉啊，咱今年做的吼，拢去了啦。这两个查某真正无有意啦。阿母啊，是的啦，拢阮两兄弟哦，对不起你。对吧？无要紧啦，我无见怪恁。我也有讲过，我食啊遮济岁啊，我真是有偌久。只要恁阿某来当圆满嫁恁，我就真欢喜啊。阿母啊，因吼，因有一天一定会改过啦。所以阿母甲你讲，你绝对袂应该离婚的哦。查某人将一生来互你，你都要有迄个责任甲伊照顾，知影无？吼。所以啊，袂应该离婚。无互外口人笑讲我月下饲的囝对不起新妇。哦。阿母，我知影啦，过啦。阿母，阿母，就像阮两个想起过去的代志，你不但无怪我，佮为着阮两个新妇，去骂水王甲水宝。虽然这件代志是假的，也不过阮拢看得出来，阿母对阮的关爱。阿妹小姐讲得无毋对啦，可是讲阮两个哦，若阁无结果自身哦，这代志拢会真正变成真实的。啊，水宝甲水王哦，嘛去找别人，啊，衰落就讲两个离婚，啊，阮不得对囡仔都无人陪。阿母，阮知影阮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。妈，甲你问心的啦，阮后辈女友好你啦，啊，你是不是会个甲较早同款，就阮当作亲一查某囝同我看待？起来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
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阿妹啊，我了你时阵的代志，爱小准备一下哦。是，总干事，是讲我有另外一件代志吼，真重要的代志啊！是我私人的代志啦。我想讲要来拜托你。莫讲拜托啦，只要我做会到吼，总干事你尽量吩咐。这个代志是无安尼啦，你明仔载要出来时阵，我再甲你讲。总干事啊，我唔捌看你吼，遮尔慎重过呢。这个代志敢若真正真重要哦。是真重要。明仔载要出来再甲你讲啦，吼。嗯。啊，你先去款款的通下班。是。阿妹，阿妹，你好，我已经下班啦，敢有啥物代志啊？哇，你外头，干外头啊？真是真的啊？是啊，当然嘛是我啊。哎呀，最近咯，代志大下离你去化了，都拢无你的消息啦。是啊，已经8年啊。哎，拜托的，啊你也唔甲我联络一下，害我想你想到要死。怀记当阵啊吼，咱阁住共一间房间咧。我一直足少年，你伫学校的时阵，遐尔照顾我哦。说来说去啦，少年，啊连一张票都无爱互我，害我3年前吼，本来要结婚的时阵要通知你来参加。是的啦，啊，请你原谅我哦。好啦，凊彩讲讲的啦，袂无怪你啦。啊，讲真欢喜，讲徛咧遮咧讲啦，来来来，阮兜。啊，什么这啊？嘿，啊你毋是来找我的啊？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啦。啊，听人讲你伫咧3年前嫁去蔡家做新妇，啊，不过不幸这个蔡先生。是的啦，我实在吼无应该甲你提起这段伤心事啦。啊，不过我阁听人讲，你有一个新的男朋友哟。伊叫做李阿弟，来去阮兜，我介绍互你熟悉。伊今仔日吼，应该有台北转来。哦，啊，那呢吼，我先转来路上换一件衫吼。哎，等下，你倒来路上？啊，托我找迄个朋友吼，伊拄无伫咧厝的啦，所以我想要等咧路上大几工啊啦。哎呦，到路上伤浪费啊啦！来去到阮兜，趁这个机会吼，咱好好开讲一下，看卖等7、8年哦，发生啥物代志。住恁兜敢方便？那会无方便啦！啊，以前咱咧学校的时阵，就是困做伙啊，敢若亲姊妹啊共款。安怎？咱即摆遐生分啊吼？无啦，你莫安尼想啦。安尼，我先甲你说多谢。无聊啦，你说哪多谢？啊无，我先转来路上提行李，好无？哎，好啦，安尼我写住址互你。哎，免啦。来的时阵吼，我已经甲问过恁兜的住址啊，我知你倒位啦。那你好，我等下找等你，你较紧来咧哦。哇，你入来啦！阿妹啊，我转来啦。哎呦，妈妈嘛足想你的。人叫是你袂转来啊咧。嘿，啊妈妈哪会回转来？哪会袂？你吼本来讲要去10天，结果吼搁延20天，啊刷落去吼，都搁甲家人因爸出国去蜜月旅行，啊接落去。什么蜜月旅行？妈妈是该出国去佚佗。差不多啦。什么差不多？母还袂该结婚呢。啊，都表面上无结婚，啊私底下结婚，毋是共款？哎呦，你这个囡仔，你甲母啊讲话无大无小哦。你是讲母啊是迄种随随便便的人哦？对嘛，啊知影哦都毋通讲。妈，啊家家因爸哪会无甲你同齐转来啊？哦，伊讲吼公司有代志啦，啊明仔载才转来啦。妈，啊你啥呐？为无啥爽快款，晕车啦。晕车？我看毋是哦，
你是毋是有心啊？有心？一定是的。什么一定是的？我就甲伊讲，啊妈妈都还袂甲伊结婚啦。想讲无翁就袂大巴肚，嫌过阮等的吼，真正有用呢。哎呦，你这囡仔咱乌白乱讲啦。咱慢来讲吼，伊袂生啦。啊母啊嘛50出头岁啊呢，啊若有生，笑死。袂啦，母啊，老蚌就会生珠啊，对。啊，你唔知迄落，嘿。这囡仔吼，甲母安尼无大无细，啊，这个代志就甲伊讲，袂用讲的。若讲吼，我会见笑死。对啦，知影就好啊啦。就是知影就好啊。你什么表情啊？吼，啊，搁笑，嘿，好啦，莫笑啦。无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速度哪会遮紧啊？一个月个尔呢，好着。你搁讲呢？我就甲伊讲吼，我毋是有心，我是晕车。对啦，晕车啦。啊，阿弟啊，无吼，你扶妈妈入去房间休困者。好，来。我吼来煮饭啦，我毋是有一个同学要来咱家。你有同学要来？嘿啊，是我大学的同学啦。啊伊吼，我已经7、8年无见面啦，伊叫做江月头啦。江月头？伊可能吼会来咱遮大开工哦。啥？江月头要来咱遮大开工啊？啊伊无吼来遮找朋友啦，啊，就找无着人啊。若是伊讲的江月头，就是水蜜桃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呢。阿弟啊，你啥啦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我看你那是无啥水重哦。敢会你嘛是在江月头啊？无啦，我哪会熟悉江月头啦？你想多啊啦哈。你来，妈，这吼就是我甲你讲的江月头小姐。你好。我听阿妹讲吼，你毋那是同学呢，啊，较早读书的时阵嘛住阵。欢迎。是讲爱来甲阮交了哦。哪安尼讲呢？阿妹啊，啊行李吼摕去房间，要唔要出来食饭哦？阿弟啊，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吼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叫做江月头。就是我男朋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愁。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爱你。这位吼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叫做江月头。就是我男朋友，叫做李亚德。李先生，你好。阿弟啊，哦。你手是咧创啥啊？啊，都紧张啦，亲吻啦。月头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好啦，你干嘛开讲一下？啊，我吼先带月头来房间。哇，真正是水蜜桃。啊娘喂，阿妹啊，搁互伊带来厝内底哦。啊，万一吼，甲伊带过去，甲妹仔讲，哇，会死人哦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你啥人啦？会死人啦！啥会死人？